迎嚟到微保樂視頻，今集帶大家整呢個和風起司豆腐。首先就準備嫩豆腐啦、奶油起司啦、醬油、甜味醬、青春海苔、黑芝麻。準備豆腐，將豆腐輕輕切成塊，約2到3公分見方。用廚房紙巾吸去多餘嘅水分，喺碗入邊將奶油起司放完，可以稍微加鹽，可以幫助更容易攪拌，然後加入醬油同埋甜味醬，攪拌均勻直到混合物光滑。將切好嘅豆腐塊放入大碗中，然後輕輕地將起司醬倒入豆腐上，確保每塊豆腐都裹上醬料。將和風起司豆腐盛放喺盤子中，切細嘅青春，可以再切上一些黑芝麻同埋海苔絲作為裝飾。這道料理可以冷食或者稍微加熱後享用，風味唔錯。大家嘅